唔該，先生太太，你好嘛？早晨，我想介紹自己，我叫斯蒂蘇麗卡，我今年33歲，我結咗婚，我有一個女，我有一個姐姐，我冇爸爸冇媽媽，我讀書讀到中學畢業，我信會教，我唔識煮肉，但係我可以煮豬肉。之前我做嘢喺香港4年，2年我做嘢喺元朗照顧2個細路，同埋整乾淨屋企，推送買餸。跟住呢2年我做嘢喺沙田照婆婆，同埋整乾淨屋企，買餸推送。我希望太太先生請我做工人喺香港，我會好好老實聽話，唔會駁嘴，督到2合約。多謝先生太太，再見，拜拜。